的小子，还敢反抗？关门，上！往哪儿走？20星毕竟是20星啊，敏捷再高也就只能逃命，没有退敌之法，早晚还是被。快点啊！蔷薇姐，蔷薇姐，师傅出事了，你快打开阵法呀！他就要被涂老大他们抓走了。现接到独狼重金委托，委托内容：缴械在杀手大厅闹事之人，派单人蔷薇，特此公证。赏金在此，先到先得哟。师傅，你不会怪我花了这么多钱吧？你开心就好。重金委托，先到先得。二爷，这气氛不对呀！你们要干嘛？结单赚钱呢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，确定要跟我作对？没办法呀，这里物价这么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想在城里活下去，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。更何况，这钱明显不难赚。一个早已经死去的王，接连屠杀活人的城，却不掠夺任何财物，唯独取走城内青壮年士兵的尸体。他要用那些尸体做什么？将他们变成战死尸鬼，壮大麾下部队。如此一来，尸鬼每攻下一座城市，他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强大。西北各县镇兵力不多。二位在此作甚呢？啊，王爷，原来是徐二将军呐！徐将军便是徐将军，干嘛非加个二啊？也没人管您叫小二王爷是吧？徐将军说的是。啊，是本侯失言了。咱们习武之人向来不拘小节，还望将军海涵。好说好说。咱们习武之人向来可杀不可辱，想来将军也是如此认为。这是自然。今日王爷要硬闯侯府，这可不就是折辱？本王是奉旨查案。王爷一无证据，二无圣旨，可不就是强闯吗？今日闯侯府，说不定改日就闯了帅府。若是如此，徐将军以为，那就查好了。咱们习武之人心思单纯，府中定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你说是吧，侯爷？那小王便听徐将军所言了。我们走。等等，
搜一下，没事的。若是王爷查不出证据，该当如何？侯爷可以去向皇上要个交代。如此，本侯便只有将此事上报御史台，看朝中的御史们如何评论。这样吧，要是王爷查不出东西来，我就带侯爷也去我们府里翻一翻，算是给侯爷的赔偿。这是什么说法？哟，身体的各项数值记录完毕，确认可以植入芯片。 AI 黑皇后，芯片正在进行植入，所有指数正常。芯片植入完毕，意识指数开始出现波动，生命体征逐渐消失。什么？她快要挂掉了？正常现象。黑皇后的数据正在和实验体意识结合，根据 DNA 与量子。小老弟，你就是妾身的容器。长相倒还不错，就是看起来有点傻，不过不影响我力量的发挥。你是谁？我怎么动不了？我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是的，就在刚刚，你已经死过一次。你的细胞在植入芯片的那一刻，便承受不住妾身的力量而崩坏，并重新组合，再崩坏，再组合，直到全身的细胞与我融合。生命体征已经恢复正常，但意识数据波动还在不断上升。快看，实验体好像在和谁说话。你看错了吧？他泡水里能和谁聊天？面对现实，臣服于我。接下来，你将作为我的容器，在这个世界上重生，共同统治这个世界。完了，看来我是真的死了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先别纠结你死活的问题了，我现在要通过编辑你的 DNA 异变，突破人类物种的极限，进化成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。来，把挡路的低等生物全都清理掉，带妾身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天好像不太对劲啊！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次我还跟他复合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天打雷劈！这雷怎么感觉有点眼熟？难道？危险！